8700。聚焦今日時事，縱觀美國資訊，歡迎收睇本期今日美國，我係馬爾納。今日係2023年4月7日星期五，下面請睇詳細報導。4月7日，聯邦勞工部公佈嘅報告顯示，3月份美國非農就業人數增加咗23.6萬，略少於華爾街經濟學家預測嘅23.8萬，同2月份經過修正嘅32.6萬相比明顯減少。媒體指出，呢個係因為美國僱主喺招聘員工方面越嚟越謹慎。3月份美國失業率又回落去到3.5%，而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測會保持喺3.6% 嘅水平。由行業嚟睇，3月份美國休閒同就業嘅就業人數新增咗7.2萬，喺所有行業中繼續領先，包括政府部門、專業同埋商業服務、醫療保健在內。當月其他行業嘅就業人數保持咗穩健增長，但係零售業受到咗季節嘅因素影響，就業人數減少咗1.5萬。喺薪資方面，3月份全美平均時薪增加咗0.3%，係2021年6月份以嚟最少月嘅月度增幅。同去年同期相比，每月平均嘅時薪增加咗4.2%。3月份全美員工工作時間略有減少，平均每個星期工作時間小幅縮短去到34.4個小時。由於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咗更多疲軟嘅跡象，3月份新增嘅非農就業人數大致符合市場預期。不過 CNBC 嘅報導指出，3月份美國非農就業人數係2020年12月以嚟最少嘅，而且係喺聯儲會努力抑制勞動力需求以降低通貨膨脹嘅情況下出現。最近有大量嘅跡象表明，美國就業機會正喺度減少。今個星期，再就業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提供嘅一份報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業總計裁員27萬人，係去年同期嘅4倍幾。4月6日，勞工部公佈嘅報告話，喺截至4月1日嘅一個星期裏面，全美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嘅人數由1月份嘅約20萬上升去到3月底嘅24萬以上。勞工部嘅另外一份報告顯示，2月份全美職業空缺量減到去1000萬以下，係近2年嚟嘅第一次。為咗應對居高不下嘅通脹，聯儲會持續加息已經長達咗1年，已經將聯邦基準借貸利率提高咗4.75個百分點。4月7日，聯邦勞工部公佈嘅最新統計報告顯示，3月份由於非裔美國人嘅就業人數顯著增加，非裔同白人嘅失業率差距縮到去歷史最低嘅水平。同時，25歲至54歲亞裔美國人嘅勞動力參與率上升咗83.9%，係2000年以嚟嘅最高水平。據彭博社嘅報導，3月份非裔美國人嘅失業率下降去到5%，處於1970年代以嚟嘅最低水平，僅比美國白人同期保持不變嘅3.2% 嘅失業率高1.8個百分點，兩者嘅差距係歷嚟最少。嗰個族裔勞動力嘅就業情況係衡量美國勞動力市場健康狀況嘅一個晴雨表。彭博社嘅報導指出，雖然呢一方面嘅數據每個月都可能唔同，但係美國非裔就業人數已經連續5個月大幅上升，因為通常都會被邊緣化嘅少數族裔勞工成咗就業市場需求旺盛嘅受益者。2月份全美崗位空缺量下降去到2021年5月以嚟嘅最低水平，而且好多嘅公司仍然喺度裁員，但係好多嘅僱主就抱怨話佢哋好難揾到自己需要嘅員工。彭博社嘅報導話，美國非裔就業人口嘅比例依家已經升到60.9%，為2000年以嚟嘅最高水平。該比率能夠反映人口嘅自然增長，高比率意味住有好大嘅比例嘅工作適齡人口喺就業市場上被僱用。根據最新嘅統計，非裔男性同埋女性嘅就業人數均有所增長。20歲以上非裔女性嘅就業人口比率甚至高於新冠疫情之前。據石英財經網嘅統計，美國非裔女性嘅失業率已經低於非裔男性，3月份降到去4.2%，同白人同埋西語裔男性相比，黑人男性喺歷史上往往處於就業人口比例最低嘅群體中。4月7日，嚟自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嘅消息話，俄羅斯調查人員已經正式指控《華爾街日報》記者伊萬格什科維奇從事咗間諜活動。
據俄羅斯塔斯社嘅報導，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嘅調查人員指控什科維奇為美國嘅國家利益從事間諜活動。格什科維奇否認咗所有嘅指控，辯稱佢喺俄羅斯從事新聞工作。塔斯社嘅報導話，調查人員拒絕透露更多嘅信息，因為該案件目前處於絕密級別。格什科維奇上個星期被俄羅斯警方拘捕。俄羅斯國家媒體援引法院嘅消息話，莫斯科一間法院將會喺4月18日聽取格什科維奇嘅律師對佢被捕提出嘅申訴。5月29日之前，佢將會一直被關押喺萊夫捷羅瓦縣拘留中心。格什科維奇被捕，標誌住自冷戰結束以嚟，莫斯科首次以間諜罪名拘留一名美國記者。對格什科維奇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華爾街日報》自然堅決否認，宣稱俄羅斯捉佢係對新聞自由嘅惡意侮辱，應該激起全世界對所有自由民眾同埋政府嘅憤怒。4月7日，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馬斯發表聲明話，佢聽從咗同事同埋其他人嘅建議，冇披露一位保守派億萬富翁曾經俾佢提供奢侈嘅禮物同埋免費旅行嘅事。據托馬斯嘅聲明話，佢聽從咗司法系統裏邊其他人嘅建議，認為自己冇必要報告嗰啲旅行。呢一位非裔大法官話：喺我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嘅早期，我向司法系統嘅同事同埋其他人尋求過個建議。我被告知呢一種嚟自親密嘅私人朋友嘅私人款待，如果呢啲人喺最高法院冇官司，係唔需要報告。喺我嘅任期裏面，我一直努力遵從呢啲嘅建議，並且一直尋求遵守披露準則。托馬斯發表該聲明之前，調查性媒體 ProPublica 透露呢一位嘅保守派大法官曾經接受房地產億萬富翁哈倫克羅嘅邀請，乘坐佢嘅私人飛機同埋遊艇旅行，而且呢一種嘅旅行先後持續咗近20年，包括去印度尼西亞同埋波希米亞樹林遊玩。後者係一個坐落喺北加州紅杉樹中嘅一個高級度假勝地。上個月，聯邦法院嘅決策機構美國司法會議通過咗更嚴格嘅行為準則，要求聯邦法官乘坐私人飛機旅行嘅情況要披露，以及係住喺度假勝地等地嘅商業地產中嘅情況。托馬斯當日發表嘅聲明話，佢將會遵守該機構新嘅指導方針。4月7日，電動車商業製造商 Tesla 又一次降價，呢個係 Tesla 今年第3次喺美國市場調降佢電動汽車一系列車型嘅價格，顯然係為咗喺利益上升嘅情況下吸引較多嘅買家。據美聯社報導，當日出現喺 Tesla 網站上嘅降價汽車包括 Tesla 銷售較慢嘅高價車型，即係 S 系列嘅大型轎車同埋 X 系列嘅大型運動越野車。呢兩類嘅車嘅售價每架調降$5000。喺 Y 系列車型方面 ，Tesla 將佢最受歡迎嘅 Y 系列小型 SUV 降價$2000，並且新增咗一款低配版雙電機驅動車，售價為$49990，而 Tesla 3系列小型轎車每架分別降價$1000。呢一輪嘅降價正值 Tesla 今年第一季度銷售報告出爐之際。今年第一季度 Tesla 電動車嘅銷量雖然增長咗36%，但係就未達到分析師嘅預期水平。該公司上個星期日披露，今年1月去到3月佢嘅電動車嘅全球銷售量為42.29萬架，高於2022年同期嘅31點幾萬架，但係根據 FactSet 嘅數據，分析師此前預估 Tesla 今年第一季度會出售43.2萬架電動車。金融信息提供商 SmartAssets 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過去25年，全美多數房屋嘅價格都翻咗近1倍，但有啲城市，特別係伊利諾伊州一啲地方嘅房產就增值好慢。該公司根據1998年以嚟嘅房價變動情況，俾全美400個城市排咗名，結果伊利諾伊州有6個城市被排入去最後15名。根據
呢個 Smart Assets 嘅呢一份研究報告，由1998年第一季度去到2022年第四季度，全美房屋價值平均增加咗154%。然而喺呢25年裏面，排名墊底嘅15個城市嘅房價平均漲幅只有66%。根據 CNBC 嘅報導，阿拉巴馬州嘅 Montgomery 係增長最少嘅城市，自1998年以嚟房價僅上漲咗59.6%。根據聯邦人口普查數據，該市人口多年嚟不斷減少，近1/4嘅居民生活貧困。伊利諾伊州嘅5個城市排喺房價增幅倒數第2至到倒數第6，平均漲幅僅為61.8%。呢5個城市分別為 Springfield、Peoria、Bloomington、Rockford、Dissenter。過去9年，該州嘅居民不斷外流，導致房價低迷。其他嘅房價增值較慢嘅城市有密歇根州嘅Signal 同埋 Baby City、印第安納州嘅 Kokomo、奧克拉荷馬州嘅 Lawton、俄亥俄州嘅 Toledo 同埋 Cleveland、西弗吉尼亞州嘅 Charleston、佐治亞州嘅 Macon。過去25年，呢啲城市嘅房價漲幅基本都唔到70%。相比之下，房價漲幅最大，亦都係俾投資者最欣慰嘅城市，大多數都係加州同埋佛羅里達州嘅沿海城市。不過，房價漲幅排名嘅第一就係德克薩斯州嘅奧斯汀，該市作為蓬勃發展嘅科技中心，過去25年房價飆升咗354%。緊隨喺後面嘅係俄勒岡州 Bend 市，呢個係以一個滑雪同埋徒步旅行等戶外活動聞名嘅小山城。該市不斷增長嘅人口加劇咗先前存在嘅房屋短缺問題，從而推高咗房價。愛荷州嘅波士市喺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成為咗另外一個受歡迎嘅移民目的地，但係同奧斯汀一樣，該房價已經上漲咗多年，雖然最近有所回落，但係過去25年嘅漲幅高達306%。總統拜登日前為聯邦環保局保護清潔水資源嘅努力撐腰，否決咗國會阻撓環保嘅一項決議案。據 NBC News 報導，針對環保局旨在喺保護數千條溪流、濕地同埋其他水道嘅用水規定，國會共和黨人同埋部分民主黨人一直反對態度，認為該規定係環保過度擴張，損害咗企業、開發商同埋農民嘅利益。近日喺單獨投票中，眾議院同埋參議院動用國會審查法，分別通過決議，封殺咗環保局保護清潔水資源嘅規定。4月6日，拜登直接行使咗否決權，認為兩黨原先嘅法案令到美國民眾對美國水域冇明確嘅概念，有關美國水域嘅爭議，以及對具有里程碑意義嘅清潔水法嘅爭論，至少跨越咗3屆嘅美國總統任期。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全部內容，感謝收聽同觀看，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CAT TV頻道，獲得更多嘅精彩內容同埋最新消息。我哋下次再見。